Bilibolo唱唱跳跳又来了！礼拜我们来到台中市东势区，到现场我们是的看到小朋友给人镜头十万脸，看见给人安有自信的目神，还没想要接了看给人的表演呢。头了10个节目度，我们安排当多精彩的内容，有新式讲故的表演，还有有发力的啦啦队表演。接落来是不俺能看下来欣赏小朋友精彩的表演咯。第一组上场的小乐笔爱带来假期无用的故，接落来是不俺能来听小乐笔讲故了。大家好。我今比爱讲个故事，假期无用。天顶乌天暗地，红绿光永炎热。落日嘞，阿爸是同家细人个，连晚落安太日，天冲永人我来食。那是落日个食日记，卡到记者也无啦这人，看看。可比有人来食，唔爱想办法，强爱硬想来应付人啊。拄好发展公平，正经是有人来食。今来是讲，可比来一个人食一记食，卡到也无啦这人，请远将去好嘞。今把空在木卡度。天道是冻掉嘞，是行啊出来同家来讲，按呢讲法真坏得罪人，是唔得按呢讲，应该讲这还有日记啦，不过这句三撇，这面又免撇嘞，做都变菜无摆，又唔得嘞，又过了无记久。我一个零下又来了，零下个俩安久我无卡唔知做嘛伊多落去哦，我无卡该鸟讲将爱打落去好无？将爱用今日时候啦，今来是讲俩无问题啦，不过我无卡该鸟讲啊。皮鞭骨头，装下三枪枪嘞，做都变菜无摆嘞。又过了一下呐，有一个亲戚来请家爸，同家来讲，唔去请伢爸出来，我爱同佢讲法。家来是按佢讲，伢爸按久都是无真动了。学写学去袁太太，本爱土菜从苦红，食起也用唔得，食材真犀利，歹势啦。那个句过多了会，劳拉大家请多多指教。接落来上场嘅是成功国小啦啦队嘅表演。当有发力的舞蹈，同今日的现场气氛超起当闹热咯。接落来是不俺能看下来欣赏给人带来的表演。
天俺们来讲故。我们每一个音都要到位，啊、一、u、a、o， 好，大家自己都要念不清楚了，完整。好，入乡试，来讲得到，好子，麦，骨，心口真不好。我是林君爸，今年读台中市东势区场我国小，我今比爱讲解故事，好字买唔滚，我知道最难解的破解是，我从菜外念唔出解，是唔骨解骨，念做骨，还有做生理解生，念做生。还有金面，我念做面。大部分人进步一多了啦，因为经验咯，佢对这科技讲法不懂解释，嘛不懂紧张，到底慢慢，渐渐菜咧，表现更好。我讲，头推广抗议个假期，无一定讲中下学比赛去得名，因为嘛伫讲去比赛人当多，得名个人本来都较少。因同伊推广，就希望讲，伊有兴趣，伊愿意头讲，对自家语言有信心，也挺重要的。我以前上台，我都会非常的紧张，就有时候会结巴，完全说不出话来，然后必须要经过多次的练习才不会结巴。克服这样的。我觉得他进步很多了。至少他克服这个结巴这一点就是说他自信心够，而且他还努力，他平常的学习态度非常的好，很积极。不管学习乜嘅语言，冇是才艺，仲係愛花時間去練。接落來是播人來睇下看，小必帶來嘅好字買骨頭嘅故。跳擺，有一個學生，佢真友好，零下下，仲下真玩樂啦。一個學生愛出來做生意掙錢，吃飯付白交代。嫌家本人聽唱愛友好阿妹，家本人聽到，三萬兩條講，捱啲咧啦，總唔去啦。唔啲講落工一出門，本人是不好阿妹咧，山川四盤，好世界七家三萬夾，為世界將留本阿妹去，像剪唔該時，本人就唔剪咧。唔有自家夾技術，唔跳唔滾，將留本阿妹去。老人家食菜真菜高哦。另外一個學生，新冠地講本樣不好阿妹，打機罵機，點到害阿妹愛世界學走在。佢面到一個學姐，佢是教阿妹將食個間唔骨條。西槍西走小紅來，此言有用。有一年，中紅來一個賣叉車嘅人，講我小唔滾。佢心肝想，做嘛按好空，平常時有唔滾，做嘛都背本要食，按答上。阿嬤，別萬事頭動咧。好自家妹聽到有人愛小唔滾。一家將佢洗叫我間骨條拿出來賣真多錢。新橋看到骨條是得萬錢，過後10點多過來，將唔有夾本加糧食，自家專門去骨條。按算2千年好賣，唔知講兩個賣叉車嘅出錢冇來。開機等起怪溜溜，8年咧，家老公轉來過年，
围炉示范个细节。也本娘当关系，将鱼肉夹饭加娘食，自家自己骨头，假老公是调低。安老本娘安友好，要得宽待老人家，害其外泄到哪唔得，自家去到真见笑。过了后，其真经变做一友好个星球咧。也个句讲到了尾结束，罗拉大家。